今日連續參觀咗兩個印象派嘅展覽，第一個就係由 HKDI 同埋法國奧賽博物館所聯合舉辦嘅巴黎1874印象派之夜，嚟試下呢一個沉浸式嘅探索虛擬之旅。當我戴住個 VR 眼鏡望住呢一個場景嗰陣時，我真係覺得非常之震撼。本身就係朋友撩我去睇下一個 VR 展覽係咩啦，冇諗到佢真係比我想象中震撼。我哋基本上如果戴咗個 VR 眼鏡呢，會好似頭先見到咁樣啦，360度呢都係見到唔同嘅畫作嘅。咁當然啦，因為戴住 VR 眼鏡呢，佢裏面好多嘢都拍唔到嘅。呢個展覽最有趣呢，就會有個女士好似導賞員咁帶你行啦，而你哋都會見到呢，當時好多唔同嘅畫家呢喺你面前做一個介紹簡介佢哋嘅作品啊咁樣嘅。咁我哋第二個呢，就即刻晏晝食完飯就去咗香港美術館嘅第二個展覽啦。呢個就係塞尚和雷諾亞的世界，係有52幅作品嘅。咁樣呢，我見到佢啲畫作做咗一個立動畫啦，然之後呢好得意呢，就係佢喺入邊呢就整咗個月台啊，火車嘅月台，仲可以呢而家可以撳一個車飛出嚟。咁呢個應該係香港場限定嚟噶啦，同埋啦，佢就有好多唔同嘅地方俾你撳入去啦，然之後呢佢就可以俾翻你睇，究竟佢嗰張畫呢係邊一個地方度畫出嚟嘅，仲有一啲好似唔同旅行團嘅海報啦，我覺得呢個係幾有趣嘅。咁後尾呢度呢，就係一個車廂嘅設計啦，就可以睇翻兩位大師嘅生平嘅。咁如果大家有時間呢，不妨坐喺度睇一睇，我覺得係幾有趣嘅。佢即間呢，仲好似啲火車經過唔同嘅地方咁。呢幅呢，係其中我好中意嘅一個植物嘅畫啦，人像嘅畫。我覺得佢哋雖然呢係印象派畫得係相對以前文藝復興時期呢係冇咁精細啦，但係呢，佢非常之有立體感，同埋個色彩呢我都好中意嘅。咁不得不提呢，就係呢一幅啦，我真係覺得呢，佢好有我先前出去海邊呢，去西貢啲海度玩嘅感覺。咁呢幅呢，其實呢，佢就係原來以前呢係斬開咗3幅嘅，真係睇唔出。睇完之後冇諗到呢，佢呢度竟然會有一個呢，係測試一下你究竟喺古代係會做一個咩職業。我完全冇諗過呢個陶禪畫真係咩一回事。如果大家有去到嘅，可以試下。